传统不等于落后啦，我们还是坚持我们要手工做好的菜刀，一直可以用20-30年不是问题。外面虽然500-600块很便宜没错，可是你可能3年4年就要换一支刀子。年轻人会觉得传统糕饼很好吃，可是他们不会购买，那是因为他觉得那跟是爸爸妈妈的东西、爷爷奶奶的东西，所以他们缺乏认同感。延续长辈他们在做的事情，我们继续做下去，就是用土地的故事去连接人们的情感。我相信呢，客家料理是一种文化，一种善良，一种朴实。我觉得说让客人吃得安心是一种基本的态度。然后呢，跳脱出规格化的料理方式，才能够呈现出一个料理人的内涵、人文，还有他的精神。养着条从前，春风过去，强娘多，后妹爱哭，谷一天。日下小满，雨下仙，梦中泪风素年。西瓜清甜，梦里梦，太初文言，苦渐渐。酒处处甜归年，年年应团圆。日东小雪18年，四季轮回又一年。300年前，老祖先来到南屯亚道位的开疆平南，老廖为变做起良田，头摆家头种无的无马和个甘蔗，无田变田本，继续到亚道位的耕种，老廖嘅王马绵延传承，你变做喺台中本地开发嘅年头哦。用万福宫做中心，已经有300年历史嘅南屯老街，係全台中最老嘅街路。呢條普通嘅生活風景，啲大同和萬那嘢都係嘅台中市有自家嘅風景，充滿競爭嘅點青國土。就記錄清朝時嘅，因為地理位嘅兩面，上到嘅就往人使到呢度位來開墾，包含細微嘅房鋪嘅。就係南屯街區嘅年頭，嘅時節全部都係農業、畜產到生活用品買賣嘅中心哦。嘿，肖董事長。哎，明芝你好，歡迎到萬和宮來。你好。哇哦，亞道位平常就是香火很鼎盛哦。對啊，因為萬和宮已經有332年的歷史。難怪我現在看到啊，光是這些梁啊，跟上面的一些雕刻畫像，可以了就很有年紀、很有歷史嘞。是啊，整修的話都按原貌來整修，所以經內政部給我們核定為3級古蹟。當初是由12個縣市蓋的，因為大陸來的人是由不同地區的人來這邊，所以他們就是到這邊來共同來開墾。萬眾一心，和睦相處，來地方建設，所以我們叫萬和宮。萬和宮原來如此。萬和宮單單係中前天氣嘅傳統建築風格，每天當過嘅高子手、剪岩也到，仲有人物流暢麒麟嘅神書。係做太平盛世嘅象徵，做到當有當成法，口我口東，大家常講媽祖接會顯靈，保佑西方，古時候都見香火都當旺，係眾多人心靈寄託嘅素材。就是我們一般的媽祖廟很少供奉神農大帝但是我們這邊有供奉神農大帝，有神農殿
最主要就是当初大陆人是到这边来开垦的时候，他们都是种植农作物，所以就供奉神农大帝。尤其我们这边叫犁头店，当初这个做犁头非常的有名，打铁店所以我们目前还有打铁店在这边。哇，原来如此。唐讲妈祖神像係啲清康熙時節啲身體為主搶到台灣來嘅，開建南屯，未必早期開發台中盆地，作為清河嘅見證。韓國 QT 名係來頭店，係啲早期當開放時節來嘅地名。移民自之前來，就以為農用咖喱貨嘅製造老買賣，但來頭嘅店名始終窮下。變做農民生產咖喱貨嘅交易中心哦。就係按用嘅上映，唐講都60年前以前，一條街好慢咧，都係用稀稀疏疏、輕輕鏘鏘嘅上哦。江中人要騎登佢自家嘅腳頭生產工具，大插腳和流氓路行都要到位了。就為了呢，而來增加嘅食飯嘅工具，時間改變呢，就像一面土重用嘅，乜嘅都進步誒。然後呢，已經看唔到按樣嘅畫面呢。不過，唐公園到尾還有一間按樣嘅店，很多嘅無限哦。嚟你講啦。到嚟，就到要到尾嘅，他在門口。嗨 ，Hello， 老闆你好。你好。哇，聽說以前這整條街都是這個犁頭腳頭店嘛？對。現在聽說是你們這一間了。對。而且你是這間店的師傅嗎？對，我是師傅。那你很年輕哎。還好啦。你幾年次75的。75年次，跟我差不多。而且我看旁邊這位跟你長很像是。那是阿公。阿公。爺爺。第一代嗎？對。阿公你好，基隆市應該懂鬧嘢吼。我啦足濟這個拍地店啦，這個地名叫做犁頭店，真名啦。哇！今嘛是南屯。阿公，那以前這邊都很多農人在這邊來來去去，對不對？是啊，拍地店多吼，都是消費咱這個附近的做產人。所以講真正老咧，每一日都攏吼，迄陣用手工的產量做較比較濟。攏修理的啦，做新的啦，安尼真無用。真的。年紀已經動態嘅阿公係老頭家，地上係廿幾年退嘅新人呢，冇機會講苦。頭班人單單係講中，故說來爬綠竹，無念腳頭也掉，全部都係講中時節，做唔得缺少嘅咖喱貨，但種咖喱貨都有無窮樣嘅做法，老嘗試，使用熱度會高模嘅工作環境係完全冇變過嘅。用鐵嘅溫度當高，佢啲順頭就會老樹皮配糊，更加唔是講嘅熱發發嘅熱天時節，嘅真經感覺係啲火爐度做事哦。現在做的是什麼啊？要做鋤頭。哦，那為什麼它是要讓它磨得更利嗎？不是要讓它火候要往臉再敲比較好敲。你這邊是在拉什麼？拉風箱。你看到那個有在噴一個火花膜，那就是鐵在熔了。哦，溫度比較高是藍色，是不是？來哦，就有過哦。現在要出來了吼。老闆，我可以幫忙什麼？你到對面站這邊就好了。好。它不會噴的啦。好。對。哇，這個聽剛剛的聲音，耳朵都會魔音穿透哎！一下子又降下來了。快點哦，沒做好不要吃飯。為什麼我的腳要動啊？好了。平常你自己弄的話，要加熱幾次可以打完？不一定，要看它的厚包。要看它的情況，有時候它裡面有裂縫的話，就變成會比較慢。可是像這麼辛苦又這麼高溫，然後又是很大的噪音，還是要有人傳承啊。因為很多人都覺得有別人做自己不做，變成就是一件一件收掉。那我幹嘛不自己做領頭羊？而且阿公到現在聽說已經做了1甲子以上，那你那時候接下來之後，他有沒有跟你說一定要堅持什麼？有啊，要好好做，要老實做。
就是客人来尽量要满足客人需求，不要像说有时候外面菜刀就是把你封口磨一磨，你一下就炖了，就算它再便宜，可是我们就是有一定的价钱，然后就是把你里面内层刨到饱，这是外行看不懂的。外行人看不懂，对，要实实在在的做，对，真的。底下几条街路抢存一间，当你早晨还會聽到鏘鏘滾嘅聲，爐火絲絲滾，鐵嚟風嘅有水壺，師傅會從時間來打出家嘅芡呢，做到好流氓咯。順頭扁擔嘅腳頭、鐵把、鏈呢，連各種加拉布，雖然用嘅人見來見少咧，不過師傅還係堅持做下去，持續打嘅超過一甲子，打出對鐵器嘅堅持。老南屯老街嘅靈魂咯。聽講啊，來到台中夜到尾嘅一天愛食嘅菜天年，一天愛食嘅料理，都大起碼咯。眼鏡皮都豆香誒，都夜到尾，都夜到尾。哇，好香哦！嘿，明珠，你來的正好，我鴨子快要起鍋了。啊，真的嗎？可以了。好香哦！我這個是老滷汁，它經過那麼多年，一定會有很多的精華在裡面。加個暗用啊，中日追孔子就一咬啊下去，全部散口了應該。還有那個暗油跟米湯，全部融合在鴨肉跟這個飯裡面去了。對。全部卤都有焦糖色的皮耶，大哥，那現在要出爐的話，我可以幫忙你做什麼嗎 ？OK， 你可以幫我夾，可是這很燙哦，要小心。這樣子對不對？這樣也可以，來我幫你。好燙哦！這邊盡量把它翻腹部這邊，肉比較厚。暗香跟香味啊，你是加了什麼滷料？我這只有簡單的醬油、冰糖，還有一些鹽巴而已，沒有其他的。真的哦？因為這算是老滷汁。哦，醬油、冰糖跟鹽巴。剛剛你的做法不就是跟家裡滷東西是一樣的？來，你看一下，外面這一圈是那種巧克力的焦糖色，而且啊，你好厲害，做的老幾沙都打雜，完全皮都沒有破掉。對啊。好，其實這個熟度是剛好的。熟度是剛好，你怎麼看的？除了看時間之外，經驗的累積。哦，經驗累積。呢隻菜天然爭啲嘅香濃美食，唔會薯本劈嘅咯，當然拖嘅要拖嘅飯盒嘅現吃現撈。起鍋過後，還會用天山菜籃，用小胖狼叫嘅原理，把暗肉落在過後唔會胖胖，軟嫩當肚好有成啊！白踢骨頭撈筍乾鋪啲飯蛋糕，嗰連熱湯匙撈米，嘅好食嘅米絲，真見本人以為唔吃，仲會夾夾起身咯。只要神啊，看你這個滷了3個小時，對，現在啊，我已經聞到它那個香氣，你已經速度唔掉，規間的地都全部會那種暗油的糯米的香味，來看到那個暗油啊，感覺它已經很軟爛了，可以直接拔絲，對不對？對，就去骨。加個暗用啊，中日追孔子就一咬啊下去，全部散口了應該。還有那個暗油跟米湯，全部融合在鴨肉跟這個飯裡面去了。對，因為你滷的時候要把它的鴨子的精華、一些鴨油都把它滷出來。我這個是老滷汁，它經過那麼多年，一定會有很多的精華在裡面。層層疊疊堆出來，都讓它一天比一天更好吃的味道。這樣好，聽說你個滷味拼盤也很有名，對不對？啊對，我最愛的皮。有看到我家身冇？有個糯米係陳皮啊，很 Q 啊，咬落去係咪彈在去？啲中嘅暗肉啊，全部都係綿綿肉肉嘅。所以就是火候的控制是最重要的，對，也不能太大火。你像這個剛好我們時間1個小時20分鐘，剛好。時間很重要，對不對？而且大哥，我想請問你一點，你的鴨是有選特別好的鴨嗎？它的鴨肉很厚哎。大概都選6個月以上的鴨。你看，
太香牛啊下去啊，说到家嘅牛去冻爆满嘅都最空度，卤沟嘅那种米头，真的会让人家连做梦都会发想。大哥，那这个嘞？这是我们店的招牌，它的名称叫做瑶瑶米血。之前我在创业的时候有突发奇想，想说把那个卤汁的部分，因为你米血煮完，它会有产生一些粘性。对。哎呀，当我们用摇的，有点像泡沫红茶的做法，你摇之后，它的那个卤汁就会附着在那个米血上面，这外面比较吃不到。它感觉就是鸭血结晶跟这个米的部分啊。你咬下去之后，它会自动分开来，它不是和成一团的，口感是比较有层次的。不管是鸭血或者是猪血，大家会怕那种有腥味，可是因为底肚全部都会糯米啊、扁筒啊、米头、古手味不能吃够，很下饭。很下饭。是你自己发想出这些料理的吗？旧店的时候，其实东西也没有卖那么多，这些东西都经过时间摸索。我再把它慢慢研究出来。你以前是做什么？我以前在金融业上班，差那么多，差很多，也是有自己一些梦想。我希望能够有一些自己的一个事业。本身当然对料理也有一些兴趣。泰哥刚你吃了讲头摆啊，都给金融业较快乐，然后现在来做餐饮带给你的快乐更多。我觉得现在从事餐饮有很多忠实的客户，那个客人都蛮支持我的一个美食嘛，对啊，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从中获得最大的快乐，对啊，太棒了，南有南屯一定要吃，必吃，必吃，对，你自己讲的吗？真的，一定必吃。60年吃嘅頭家，因為中意鴨肉料理，研發出本健身人生唔會難嘅香爐鴨肉飯，因為用料似又食材又動態風。鴨肉瓜皮又唔會太硬，唔會太澀，食落去全部都係又皮又似嘅米線，本人甜下來，當日就傳到沙沙都啲咧，想到嘅東島主顧。南屯除咗東島老店西灘呢有各個嘅精彩以外，還係睇出黃麻順嘅故鄉哦，仲嘅歷史就喺啲黃麻順嘅文物館地度看得到。总该是刚头前看那啊，给的还原以前生活的样子。可是刚呀给黑马干嘞，麻骨做的，咱台语那个西杯就对啦。西杯？哎，西杯，是跟吃有关，跟大什么东西？西杯就是40年代哈，那时候我们乡下人在用哈，当卫生纸在擦用的那。真的假的？真的，对。用这个刮？哎，对，刮。你有刮过吗？我也用过啊。好用吗？很好用啊。那刮对，只有这能刮，其他不能啊。哇，不会伤到屁股。天啊，我觉得头白给你呢，真的是那个皮哈都比我们现在厚100倍，我不敢想象。頭擺種黃麻嘅主要目的係一件當有用嘅皮，做得做麻熟嘅麻布胎，用啲日常需要嘅生活地度，經濟老環境嘅需求，本黃麻是有一團當好嘅光景，但時代改變，唯一冇變嘅就係人老黃麻共存嘅人性宣言。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有2年了。对啊。連用飯，新竹關係客家人喺南屯幫人餅店天魚台嘅細路，佢規劃嘅2年時間去日本考察，做足嘅功課，留菜地天魚嘅食材、黃麻筍，做出7家嘅產品。特別專門為糕點來配嘅咖喱頭、老茶米，變成了老餅店本人嘅年代英雄哦。上一次說這個麻藝你要做改變，不曉得你有沒有做到了？哦，我們有做到哦。真的嗎？真的，我們現在去看吧。好。走。這塊田對我來說很熟悉，不曉得給阿黑嗓都比較好了，還是一樣。台中的需求量也比較大，所以我們看到大部分的都已經採很大片了，所以看到的話會比那時候看到再少，因為整個市場用量變大。對，用量變大了。哇，在前面對不對？對啊，我馬上過去看。剛玉凡跟我考考我，上班了剛有問到啊，這個麻藝的客家話你還記得怎麼說嗎？黃麻筍。
还记得哎，还是你有做功课？哦，一定要复习一下的、啊。宝马顺哦，这边都是我们要采的红色，对，我这是看到了红色的，对。逛哎，要红色，那怎么动啊？还有这个比较小株，我们先不要动，可以看这个大株的柴株这样子，因为它主要对，因为还有它的嫩叶的部分，所以它让它主干可以继续长。我们从小枝的开始取，好，这样子。来记得松柏乐家，光是洗这个叶子啊，就洗了好久哦。没错，要把苦汁洗掉，要把味道才苦汁洗掉。对，好，那我今天就先来照一系列哈。哎呦。那边好像绿色又多了，它其实是交叉的种，对不对？哦，它还是没有变红，还没变红。对，所以你看用这个来看的话，绿色是不会有结这个籽。哦，对，绿色不会结籽。对，所以红话表示它已经是很成熟，看这已经熟到已经对，已经整个叶子都枯掉了，这就不需要。照好老话讲，从老树的长长出来嘅嫩笋按到硬，宝马笋其实就係寶馬嘅嫩笋，採出啲南屯嘅熱田時節。係頭擺農村時代接看得到嘅變熟嘅做麻布胎嘅原料，經過改良過後，又分做鳳骨、老強骨兩種品種。其中嘅差別就係啲風味。鳳骨嘅黃麻筍雖然較苦，唔過香味較合適拿來做料理、做餅嘅哦。品珠，我們到了。哇，連外觀都改變等等哎。對啊。6年前的，刚刚完全不一样了。对啊，还记得这边头家厝吗？让故事都留在这边，让大家可以直接看到。哎呀，那边我印象很深，因为上一次来的时候，老妈妈都要到毕业丑哈了吃饭，这边也留着。对啊，这是原本头家厝的样子哦。哇，高松，你跟杨子你来讲啊，你原本是好行销的，我老给重新包装过。本大家感受到那种休上人的喜悦，你真的做到了。哎，允珠跟你介绍，这是我太太怡君。嗨，怡君，老娘妈妈啥都懂腔哎。对啊。林怡君面紅仲係小綿綿嘅佢，好長時節才唔會調用睇視台上熟嘅，佢結合嘅菜地嘅特色食材老經驗，唔但將老點心變出嚟新嘅美食，還加比傳統嘅糕餅帶入到能可以做欣賞，手工切比佢啲兩散，都會幾款嘅食貼嘅小難，含量足本嘅意義，還加顯示出家嘅珍貴哦。哇哦，怡君，客人真批按豆色彩都壓到味耶！替給我講來做嘅甜點係乜嘅嘞？戚風蛋糕。戚風蛋糕做的戚風蛋糕。哦，這有蛋黃，這個是油有特別選嗎？一般的油就可以了。其實跟一般的戚風蛋糕的做法是一樣的，只是因為我們加了那個麻葉在裡面的時候，它其實會讓它的口感變得更扎實、更綿密一點點。對，但是其他的其實原料都很單純。就是一般的做法，只是給你我們有主角黑壓給黃麻筍那份。對，這是最重要的。好。亞種米湯真運動熟悉，佢唔係像一般嘅抹茶粉比較膩的味道，是有厚度的香氣，清香。好。嘎量好，我们就开始来动手做喽。这个是用什么中筋、低筋还是高筋面粉？一般低筋面粉就可以。低筋面粉哦。刚才先过筛，砂锅嚟咧，然后我们把我们处理好的麻葉一起加進去。過篩。今日嘅麻葉倒下來個香係做得來一樣，促下咯。過篩對不對？對。好，葉鋪呢其實係當蔥葉誒，如果冇經過葉鋪過篩的話，等一下做出來的嫩糕就不會滑滑的，對不對？會那麼黏，會比較粗一點。會比較粗。太咖黑都會做咖哈，要把它過到像這麼細，可能連姜頭都看不出來它的紋路的狀態，全部一樣細，這樣就得進行下一步。好，下過來我們來打蛋吼。打蛋這個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嗎？蛋黃不能破掉，蛋黃不能破掉，破掉就全部都要重來。好。好，我們打了4顆下去。然後現在呢，我們要把蛋黃跟蛋白做分開的動作，也是不能破掉，對不對？不能破掉。為什麼？它是要把蛋白打發，所以蛋白跟蛋黃它需要分開。蛋白裡面如果有一點點的蛋黃，它就打不發了。當細膩嘅老卵黃分開過後，個老卵腸打發，落芎用到嘅糖、油、水倒入來，個並入麵粉、黃麻筍粉，老卵黃攪到圓圓。其實
糕点类嘅制作，唔是极好嘅手艺，是要心有又有耐心，啥啥都做得出来，暖心又幸福嘅糕点哦。好，呀哈嘅冷泡老呀嘅。每一根这米欧是要先把它搅和在一起，对不对？对，就是慢慢的把它搅拌进去，这样子。还是我来体验看看？可以，那就是轻轻的，不能大力，对，不要让空气跑进去。可以讲到空气大漏气，是不是蛋糕上面会起那个泡泡就不好看这样子？还有中间可能会空空的。嗯哼，还蛮是漏气，它的味道都香哎。除了呀个罗马笋的香味啊，食到最多，有本呀个唇齿留香以外啊，很较重要的是俺发现到亚种戚风蛋糕里边都很较杂补。来，整到母诶，底度等下做的不用都配上底度来烤诶吼。像这样子的蛋糕，一层一层的，这个就是成功的奶泡。黑工不成功会长怎么样？就会水就摊掉。哦，对，那我们现在就是先把它就是铺平。那你可以学，就是像这样子，2只手指头，轻轻的，整个高度是一样高的。对，设定一下它的高度。好。那我们会有一个动作，就是要把它大力的敲一下，让它里面空气跑出来。那先看你有用。哦，对，放掉就好。对，要平。对。那我们现在就要送入烤箱了。天时起设天太阳35分钟边内就做得嘞，不过还是要用特别的量来做调整。俩係吃的唔知幾多擺，做的唔知幾多擺，長得到嘅心得。俩下按出来合作王麻笋饼的，以前讲饼的嘅研发係對新人呢屬後南水時節來嘅靈感，希望做得用清好清康健嘅食材，代表康健成長，也係對大家新人嘅祝福哦。那個麵粉，王麻笋粉放下落去。那一樣把它攪拌均勻。落去攪啊！一個攪完嘅，過後千杯麵，過加一粒卵落去好。好，按樣做對嘛？攪完之後，我們就把它弄進來。對，你就沿着這個邊邊掛下來就可以了。這樣子，對，掛下來就好。好，這樣就可以了。下個輪呢，覺得輕重要嘅，我們要把它來拉出它的形狀來了吼。好，我先示範。這樣子，擠到大概4公分到5公分的直徑，這樣子就可以了。對，好。那間隔大概要隔多遠？對，這樣差不多。那給它一點高度，對，繼續擠，再定點就好，不要再升高。如果會有這樣，就是很明顯的看出差別了，怎麼辦？呀，到尾你條尾冇平均的吧？念出來法會幾準。做甜點確實搭普多注意，想做到好看又好食，分量、工序、手法全部都會有影響。也充滿愛嘅餅嘅，當然要用心來好好做。希望有一日做得分享本親相愛嘅木卡人。哇，呀哈7分鐘夠哎，這樣還沒有算完全熟，對不對？對，那我們現在是要把它在中間戳一個洞，對，讓小朋友他收口水的時候可以串繩子在裡面。刮到降緊風啊！對，好，所以我們會用有一個洞的這個來把它戳一個洞。那你試試看，對，超級香的。戳一個，戳下去的感覺啊，就是蛋糕的外面已經有點烤的半熟，可是底度還有個面醬嘅，對，所以這個時候才有辦法搓。以前嘅溫柔氣質，留其又烤成嘅手工餅嘅腔樣，還蠻適，心肝度嘅物質就好食咧。餅嘅7分蛋糕已經冇做好食，食甜點以外，又冇做得冇咖比來幫呢，是要亞味醬油嘅寒天黃麻筍辣體。對鮮咖比頭配合，然後來出發，經過動到擺嘅滋驗，傳生出特別嘅味線，咖比嘅韻味，含
较有层次哦。松柏来到亚岛味啊，是那种古色古香的萝卜，吃到了那个已经传承了5代的这个王麻笋的太饼。今天呢，见真的有这么多西式的糕点，有饼的啊，给乱糕出现，真的很开心呢。先来吃吃看呢，哦，还蛮吃东西，它的味道都香哎，除了那个王麻笋的香味啊，吃到最多，有本那个唇齿留香以外啊，还较重要的是俺发现到亚种戚风蛋糕里边都含较杂补。它那个麻印的成分，对，那麻印的成分在糕点里面的话，其实会增加它的那个纤维，所以它会更加的就是扎实一点，就会感觉闪别管嘿。对。好，来试下个饼了喽，收咸饼干。跟你去给给宝宝给4个月的时候也是用这个吗？对，我们就请小舅子研发这个收咸饼干，然后让它挂在脖子上，然后可以就是让长辈把口水收掉，然后把饼干吃下来。平常看那连生意呢都会着迷的那个王麻笋饼哎，你知道吗？那个王麻笋啊，里面给加热过后，它的香气又变得更浓郁啊。而且啊，你们吃过那不一层酥酥脆脆，底度啊有一些就是比较软，会给它口感呢会有一些层次，稍微含着，你会比较深的体会它的香气。这是玉凡哥还有怡勋呢，一直想讲，把这个麻意。王麻笋跟文化向下扎根，这个4个月就可以吃了。对对。很成功的研发。刚才给黑马盖嘞？猛麻笋的拿铁。哦，好特别哦！一般都是都跟抹茶拿铁，听听，也给有加猛麻笋。哦，连电视里3种有王麻笋的成分标地图，我吃过2项的贵的最空度全部给种王麻笋的强臭香都了。我觉得这个可以行销国际耶。日本很有名的是加个抹茶，你没做的讲你台湾东有名的就会加个王麻笋。切风嫩糕，口感蓬蓬又实润，王麻笋香醇就像是一片强顺嘅使用嘅。韩国一个饼嘅松软，有连头到屁股都係小嫩嘅香味。好食嘅甜點，唔但止我本人仲係食酒醉用嘅。韩国是贵嘅人都会欢喜哦。松柏人啊，我跟你认识的时候，你就是有自己的想法，可是毕竟这个地方还是有原本它的记忆在。对怡勋来说，可能是感受最深刻。自己有想到有一天这个店会发生吗？没有想过它会发生成这样子。整个空间的改造，应该说，在所有的我们原本的糕饼，然后搭配。我们希望配台湾的自己的茶，然后甚至是搭配西式的咖啡上面来讲，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些东西做结合，比较困难。对，因为大家都知道糕饼就是传统糕饼，就是可能是阿公阿婆吃的东西，然后没有人想说这个好像是年轻人会吃的，所以怎么样让它变成更年轻化，让大家可以去接受。然后所以其实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形态做下来。品尝到一杯咖啡，甚至1壶茶，然后配上糕饼，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很享受的台式的午茶。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想针对年轻人，所以会做这些西式的东西，然后把传统东西放在这个空间里面。可是我们得到了很多欣赏我们的方式，除了朋友或是同事来这边度过午茶时光之外，很有趣的是家庭或是家族会选择在这边在正餐时间来这边休息聚会，因为他们可以在这里得到。老人家也喜欢，或是年轻人也喜欢的东西，在同一个场所、同一个场域，可以得到互相的平衡，而不是谁要迁就谁。这件事情是我们正面回馈面觉得最意外的事情。我们当初只是觉得降低年龄层是一个目标，可其实降低之后，它变成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存在的地方。我想，大家好食甜点嘅人都會想要有一個安樣嘅空間，健康老快口強順，啥意思都唔會違和。用考試詳細嘅留下韓國3個年代嘅圖像，就將傳承老創新嘅教育，點到成就嘅當有特色嘅新格局。
嗨，明珠你来了。我让合作一个王麻笋的料理。好，没问题。翻港舞，新竹客人，人家很皮小哥，当有诚意又亲切，是喺台湾专业嘅旅游美食记者。佢用对料理嘅热忱，留客家人今天食活喜客嘅精神，嚟到新冠度嘅食案留好食，落身做餐饮业，坚持嘅向理想嚟打拼。好，范小哥，其实咱送白了南屯家哈也有做过一个王麻笋嘅狗饼，可是今天要做鹿料理，乃生黑 T100。那前置是跟一般处理一样吗？先碎沟一样吗？该功夫菜要细火慢炖。天哪，你有没有看到它这个烤到焦糖色的猪脚皮？这个要是爱吃猪皮的人，一定会疯狂。对。麻薏在处理的时候比较麻烦，就是说要把那个粗的梗带腌黑，摸腌黑后是都会粗摸好些的。其实王麻笋在地它很有它的历史的重要性，亚得你条白有料给冇嘞？老一辈人就是会在夏天的时候会喜欢煮麻薏来消暑，然后麻薏它含有很丰富的营养素，例如说 B 群啊，还有它的叶红素。然后还有磷啊、铁这些营养非常丰富哦，所以是非常适合夏天来做料理的一道食材。刚你要讲来做麻料理。你今面有在做麻薏混肉，那麻薏板烟，哦，拢做有客家的本法的特色的料理。真嘅。料理以前，王麻笋添凑个天天的老嫩叶、老叶光拌开来，喺水龙头底下一摆又一摆搓，番薯先切块，准备来用。神木当酱嘅细细盐呢，做到泡泡胖胖，两尾本来想起来，2年前实到嘅泡定基底嘅番薯嘅王麻笋汤，係傳統南屯人熱甜適涼嘅米線。小哥，杨海银老师才全部准备好噻，杀过来我们要照顺序放吗？你下提前会用番薯，番薯先丢落去，煮一下煮滚软。接下来呢？接下来用麻薏，好来用2汤匙。杀过来，刚还有用的香菇落去嘞。会煮一下。好，我很好奇。这些有一些从这种客家煮扮演咸汤圆的做法，可是一般来讲，会咸到给比较香，比较有香气。为什么我们不用咸比较香？麻薏它本来就是比较清淡的料理，咸比较香，该麻薏的味道就会盖过去了，就会吃不到麻薏那清爽的感觉。所以我们轻松对不对？所以阿姨两摆冇比较香。好，那个好先忙嘞。好嘞，好。好喽。阿兄，等下。哎，伫煮好的麻薏汤，吼，那淋落去。食冻酱加个汤冻青。来，民主咧，吼，按都是麻薏客家5行汤圆。你看，等下看那个食就伫两个汤头冻青，比起来米汤呢又冻清爽。接下来学煮嘅料出王麻笋客家风肉。风肉完全係客家傳統文化地圖嘅精髓，殺經研做得老王麻笋結合，變出經典嘅好米線哦。食材嘅搭配運用，真嘅係料理人嘅生活智慧老學問呢。後豚肉洗清過後，過老嘅準備好，等小哥來做下一步了。差唔多嘅哦。差唔多，安尼。好。接下回來用水洗洗啊。按口感较好，也就是所谓的冰镇一下下。放好的主角，那放入去。好，加沙个人也得有配料做标落去哈。我先放一点葱，葱，这样可以。再可以用一些扁筒，利用一下扁筒，还要本皮溜溜的可以了，它的皮会看起来比较有光泽，对不对？蒜头，
好，枸杞焖米标一些白糕，炖出来的风味会不同层次，多一个层次的味道，没有错。好，各位标一些米酒，米酒加几多位？几多位？那加下多丢加不练。这样会不会醉啊？不会醉。炖了3个小时，那个酒精都已经挥发掉了。对。好，还有我加几多位嘞？差不多300 cc。咁黃麻筍咧？黃麻筍等下嚟3點鐘以後燉好，但嗰啲黃麻筍嚟淋落去。做乜咁唔可以壓下冰啊？就是冰落去，跟味都會混雜在一起。哦，風有風聲、歌聲、風管嘅意思。係講做嘅時節，老食材風啲地度，每鹹蓋細細火嘅，一切都有熟嘅位置。對頭擺成飯無風用嘅客家人來講，呢係熟悉又懷念嘅美食哦。只有啲過年過節盼做嘅時節，才有好食。比如盤肚香米西餐，空氣地度風有嘅牛香米，本眼上去媽媽嘅美食。哇哦，呢下已經燜了3點鐘，你看一下，也跟蘿蔔呢層皮啊，很像有焦糖色一樣。很香是吧？好香哦！那这样子可以上桌品尝了吗？我们可以给它淋上去就完成了。对哦，最重要的黄麻笋。来把那个花椰菜，摆盘也很重要，把它摆在旁边。好，好，你边啊那淋落去就好嘞。来喽！哇！天哪，快一路就懂針的有冇 ？OK。一出色香味都有嘅，彩色，一下就嚟你品嘗了。好，走啊！哇，小哥，給不你真嘅係本來大開眼界，我想到啊，要給黃麻筍頭擺拿來編東西，我去博物館看到了，而且呢，吃的有糕餅類的，它竟然可以融入在一般的主食裡面，做得有按斗中編法哎。係，冇唔錯。好，那我就先吃這個好不好？好，先煮的我先吃，這個是5行麻薏湯，對不對？來吃這個哦。也就算係專屬黃麻筍的米湯，食到起呢就像係食嘅做醬菜同樣嘅。不過呢，伊米黃麻筍地度有一種清香。古時我們知道過，伊除了醬菜米線以外，伊還有湯湯像嘅茶米香都地度用咧。我覺得啊，很卡重要嘅係。喝這一碗的時候，你不是只是喝它好不好喝，里面要頭半年它有智慧在裡面，大概係功夫皮，對不對？這個啊，等3個小時哎。功夫菜要細火慢燉。天哪，你有沒有看到它這個焦糖色的豬腳皮？看一來就懂想你說哦，這個要是愛吃豬皮的人，一定會瘋狂。對，膠質豐富。試試看哦。一般呢，泰嘎吃都跟肉猪腳嘎，都會想講它就是一個鹹香的料理。可是剛才黃麻筍落去啊，你會吃到講啊，它整個變得更清淡一點點。鹹米唔會按衝這麼直的衝出來，這樣子，有點都較唔飽啊呢。風肉球嫩有皮，黃麻筍嘅清香，中和為透有糯米嘅鹹，瓜皮含做得食得到貴在嘅膠質。綿綿糯糯當茶飯，另外黃麻筍嫩葉混做湯及皮色鮮豔嘅，佢嘅香老好食，仲未使有啲南屯醬油也種故意嘅米線，用簡單嘅食材變做飯做蛋糕嘅香煙，才係現代人清茶法嘅美好時光。其實啦，今天跟小哥一起做料理，我覺得懂批風人必將講會講法哦，有的你會翕相下司來記錄美食，可是我覺得你很棒，就是你唔單唱會記錄，而且你還會做。這個說來話長啦，就是我做美食記者做了11年嘛，然後我這段期間其實採訪過很多家的很多的美食的餐廳，然後加上這幾年治安問題很多嘛，要讓我們的孩子或是消費者吃到一頓安心的料理。其實下很大的功夫哦，所以說後來我就離開了媒體界之後呢，我就決心投入那個餐飲業，然後一方面也想要做出比較安心的料理給客人吃，二來也想要把客家的文化傳統融入進去。
真的很正确。可是你知道吗？这些理想啊，整景要做出来，我觉得真的没有这么简单。你们呀，你之前在做记者的时候，人家是端上来给你吃，拜托你可以帮我们分享。可是你呀，它是等于要做出来，要端给别人吃，哎。说实在，真的你也知道，明珠也知道，做餐饮业其实很辛苦嘛，而且那个门槛又很低，竞争上当然就是很激烈。对啊。但是我觉得，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把我的客人当作是我的家人，我就做菜给家人吃。有很多客人都说，范小哥好像就是他们家的后厨房一样。当然那些用3年都一起摆嘛，就都是东东对做到的。就是你在做料理这件事情上，你一点都不马虎，你整到每一个细节里面，真的。而且安徽料理老亚台中它是有在地的故事的，自己的料理做在讲起家嘅故事啊。那係講南屯到現代嘅台中講唔來，唔當講也到邊嘅人都稍微有一些像黃麻樣嘅唔同的演變，就像黃麻嘅件老也未用嘅，又脆又軟，唔過內度係油軟嘅。范小哥好料理，好交朋友，好揀食材，老人生親格意嘅事情，留佢串聯起來，真心誠意為所有嘅人準備澎湃嘅食物。因為啲飯做蛋糕流通嘅情感，永遠小暖又美好。後拜年中央嘅黃麻，也個皮做得拿嚟做麻索，也係麻布推。麻葉其實冇乜嘅經濟價值，唔過食物嘅美德，麻葉沒法展出特色嘅傳統。黃麻筍係頭拜年辛苦嘅印記。你係大家共同有嘅記憶，都留下來。料理人用一味嘅創意老考試，佢變做飯做蛋糕嘅好料，韓國融入到咖啡糕點地度，變做係輕時尚、康健又養生嘅點心。我記得咯，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下週好米西，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日春雨水講人間，江浙調重現。春風過去長命道，後面愛靠谷雨天。烈下小馬唔下線，夢中淚雨風思念。西瓜青甜。望你望太初不念，苦漸漸。日秋處暑甜桂葉，年年人團圓。日冬收歇十半夜，四季輪迴